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一礼拜休3天是火烧高寮，全无网络。这个劳动部邀请到劳资团体、中央甲地方政府以及专家学者，针对着一礼拜休3天这个议题开会来讨论。结论是现阶段不可行，讲的后这个欠工的问题愈严重。不过专家学者是建议讲，政府就要增加固定的假日，互总会总时间会当来缩短。一礼拜休3天的议题继续谈，超过5700个人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人数。不过，敢会当互台湾真做是亚洲头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？最后劳动部邀请劳资团体跨部会开会，有初步共识。大方向是好的，但是现阶段是比较困难的。那我们发现，在不同的这个生活的领域里面，都这个周休3日会影响到大家目前的一些作息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要来实施全面性的周休3日，那缺工的情况会更严重。劳资团体认为，现阶段各行各业欠工的问题也未解决，缩短做工课时间，恐惊互欠工愈严重。因为成本变低，可能减少劳工薪水。教育部认为，一礼拜上课上35点钟维持不变，假使为5天变4天，一天上课增加到8、9点钟，卖互休寒、休热、休假时间变少。估计若是一礼拜加休1天，一年进交税恐惊会减300休。强调现阶段经济实施有难度，消息一出来，嘛听到外界倒弹声音。支持啊，当然支持周休3日啊，会努力的还是会努力啊，对吧？不会努力的，就算他上班，他也是在懒惰啊。你休假，你不是强迫大家每个一定要怎么休，你应该是让劳工享有休假的弹性。企业可以针对工时的一个弹性做一个调整，缩短工时的部分，我们是觉得最直接的方式，当然就是可能国定假日有需要来调整，就增加国定假日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。专家强调，就算全国拢推动有难度，不过建议政府会当透过增加固定假日来降低做工课上课时间，弹性工课透露，公司企业卖当试办看卖，凡是做工课效率会变更加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